Hello，大家馬友好啊，歡迎又入嚟收睇筆姐姐講馬頻道先，希望各位睇完片順手俾個 like 我，唔撚係咩難事啩？繼續多啲人免費訂閱我頻道就更加好添，多啲人留言幫我推下片，都好閪重要㗎。啱啱禮拜三谷草野賽，叫做有鳩返啲斬獲啦，我分享嘅幾隻心水馬，都交翻出少少成績先，起碼唔使又俾大家屌先，希望繼續維持到水準，多撚翻啲人睇我同支持我啦，筆姐姐大媽都唔想咁撚快接埋㗎。好啦，聽日禮拜日田草10場賽事，有4場一級杯賽，好撚多明星馬都出鳩晒嚟跑添，大家又可以鳩鳩興興去享受氣氛啦。我嘅幾隻心水馬，又同各位分享下先。首先，第一隻，第一場4班草地1402號碼嘅千杯不醉，落到嚟4班跑，賺撚盡班次優勢㗎啦。只要狀態一到位，要起快絕對唔係乜鳩嘢難事。好似上一場4班田草1400，佢老味嘅閪，即刻想食大茶飯，埋閘由20幾倍落到17倍。一出閘已經擺響前頭放，入到直路似模似樣添，以為仲唔撚贏得，點知好衰唔衰臨門幾步腳仔遠，俾人擒撚咗，只跑過第3，輸過半馬位嘅啫，估計幕後激到閪水都出埋㗎啦，呢場出返嚟跑，都要孭住132磅，不過睇睇同場嘅對手，好多都係近期冇乜水準嘅濕鳩馬。所以覺撚得呢隻千杯不醉都屬於上風馬嚟嘅，預計佢今場都係擺頭放假啦，希望入直路可以走得甩啦。騎師都係擦鞋撚希威森，見到呢條擦鞋撚最近神貨，連續快跳幾課，鳩咁認真去考驗，斷估唔似出嚟咩飛擦下嗰種，所以呢場我對佢都有信心嘅，就搏呢隻啦。好啦。再嚟第二隻，第3場4班草地1200，呢場我就揀咗3號碼嘅包裝戰將。4歲馬嚟講只跑撚過2場，第一場已經一出即勝，俾人嘅感覺就係4班一定留唔閪住㗎啦。上一場再出4班田草1200，全程跟前手撚住個好位，點鳩知入到直路一騎落去。隻馬反應唔係太撚強喎，冇乜加速力添，可以叫做捱鳩住個第5返嚟，係咪睇得太高？隻馬材料有限公司呢？我就暫時覺得未能必係嘅，幕後催谷手法太鳩急咯，隻馬冇咁快配合到啫。好啦，唞咗成2個月再出撚返嚟跑，有鳩返啲新鮮感梗係好大幫助啦。呢場又執撚埋個靚2檔，進度稍為嚟得好返啲嘅話，照道理要俾撚返一次機會呢隻馬嘅。加上騎師大間鳩潘頓揀返呢隻馬嚟騎，試閘快跳全閪部親自主理喎，牌面睇落就應該係再嘗試搏殺咁嘅閪款啦。所以呢場我就再跟進呢隻馬啦。好啦，再講第3隻。就係第9場3班草地1400 2號碼嘅大眾福星，今季成熟進度依然嚟得非鳩常之好，今季出嚟跑咗2場，都交出一定水準嘅，而且睇落好撚忠心添。上一場3班田草1400，執個閪位13檔，出閘就跟住馬群中間，全程響外碟走，睇怕都含得撚㗎啦。點知入鳩到直路成排馬鬥衝，佢都係影相輸短馬頭跑過第3，唔撚係流教喎，馬就應該未見底嘅，所以覺得呢場佢機會依然相當高嘅。騎師又係條大間鳩潘頓，神貨快跳，見呢隻灰馬火噴噴好撚吸引嘅，呢場我就再搏呢隻啦。好啦，最後一隻，第10場2班草地1400。呢場我就玩隻冷啲嘅，就係14號碼嘅進跑得，上一場田草1400爆冷，臨場完撚全冇乜飛嘅，
入到直路走勢就真係嚇柒死人，半條直路由後面撲撚返上去跑過第三，輸嘅距離都係一個馬位架啫。賽後騎師仲報告話，末段受阻，未能全撚力去騎添，相信幕後都估唔閪到，其實呢隻5歲馬跑得唔係好撚多，又冇乜點用過嘅，佢依家響2班同評分，相信幕後都唔撚會劃死佢，認為冇得跑啩。今場負磅輕鳩飄飄，孭住115磅，對呢啲後上爆炸力嘅馬，我筆姐姐都一向認為好撚大幫助嘅。從化操練大鳩力打磨，亦都試埋個草閘，好撚認真㗎。睇嚟練馬師廖康銘都有出擊心態嘅，騎師就係蔡明少條濕鳩仔，呢條濕鳩仔，佢嘅熱門馬就咪閪搞我啦。不過呢隻進跑得，今場一定係冷門馬嚟嘅，所以我就唔鳩怕啦，就單搏佢冷門位置，相信應該有收穫嘅。好啦，心水馬又講撚完咯，又同大家重複一次先。第一場2號馬嘅千杯不醉，跟住第3場3號馬嘅包裝戰將，再嚟第9場2號馬嘅大眾福星，最後第10場14號馬嘅進跑得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今次我嘅心水馬，大家覺得又受唔受用呢？希望今次又可以贏到幾包姨媽巾錢啦。好啦，筆姐姐要講拜拜咯，最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各位先，下次再見。